有发现说，永路电蚊香可使蚊子害死不会死。我发现讲用电蚊仔香，毋过蚊仔也是袂死。索马州今天早上有地震哦。讲满洲今仔日早起有地动哦。在美国念大学所一年要100万台币啦。伫美国读大学讲一年要100万台票啦。当我看到周报道增速下落已跳缩，当我看到这个新闻，真正错一条讲，校园在加班好可怜说，恁会提加班，足可怜的讲，